喺之前嘅兩集節目中，我哋就介紹咗東濠涌嘅源頭係廣州最古老嘅天然河道，位於白雲山蒲澗嘅金溪。而東濠涌形成如今嘅流向格局，就係從明朝兩廣總督韓雍開鑿黃華堂，即係如今嘅越秀區黃華路一帶，將文溪水引入東濠開始。我留意到喺彈幕同埋評論中，好多朋友對於如今東濠涌嘅水源來歷相當感興趣，所以喺本期節目正式開始之前，我將揾到嘅資料同大家分享一下。因為種種原因，天然白雲山山泉水量已經不足以維持河涌流動，單純依靠雨水城市排水，河涌水會發黑發臭。呢一點，我相信曾經住喺東濠涌周邊嘅觀眾應該深有體會。嗰時候東濠涌就係大家口中嘅臭涌。經過2009年開始嘅東濠涌綜合整治工程之後，而家東濠涌嘅基礎水源來自麓湖調儲嘅白雲山山泉水、雨水，並引入珠江水、城市再生淨化水，作為常態化活水水源、人工循環補水。我哋喺 City Walk 嘅過程中就拍攝到東濠涌嘅珠江取水口位於江灣橋西側嘅補水泵站，以及東濠涌嘅核心淨水點位於越秀橋嘅東濠涌地下水質淨化廠。想更加深入了解東濠涌變靚過程嘅朋友，不妨可以參觀我哋上期介紹到嘅東濠涌博物館中嘅相關展覽。離開東濠涌博物館，我哋遇到嘅下一座東濠涌上嘅橋梁係大東門橋。大東門橋嘅命名，自然係因為呢度曾經毗鄰廣州老城8大內城門之一嘅大東門。大東門嘅大概位置係如今越秀區中山四路同埋越秀中路嘅十字路口。喺明清時期，大東門正對東濠涌，係廣州城東唯一水陸出入口。作為東城護城河，當時人們進出城池必須跨過東濠涌。民國元年，因為城門狹窄破敗，城外東山寺一帶又快速發展，車流人流暴漲，於是大東門成為廣州8大城門入面第一個被拆除嘅城門，以方便民國政府開闢現代大馬路。清末時期，廣州典當行業鼎盛，全城共有400幾間當鋪，所以坊間一直有當鋪當米鋪呢個講法。我哋今日參觀嘅其中一個重要目的地，就係曾經嘅廣州城內第2大當鋪，位於大東門嘅東平大押。東平大押開業於清末民初，後來用途幾經變遷，喺2010年正式改造成為如今嘅典當博物館。東平大押現存嘅建築僅剩低存放典當物品嘅倉儲碉樓，建築樓高5層，為方形青磚後牆建築，屋頂建有女兒牆，使得成棟建築外觀上呈現出碉堡狀。碉樓4面都有開窗，全部採用內大外小嘅窄小射擊式小窗設計，既防盜匪搶劫，又可以向外瞭望，係舊時當鋪碉樓嘅標誌性設計。博物館嘅1樓復原咗清末民初當鋪嘅高櫃台同埋典當場景，2、3樓就展示咗典當行業嘅文史資料、圖片實物。對於二叔公呢個近乎消失嘅行業感興趣嘅朋友，下次路過大東門嘅時候，不妨入嚟參觀一下。途經榮華橋嚟到東華路橋，呢度係我哋下一個目的地。從前東濠涌邊上最繁忙嘅商貿集市三角市，正如我哋前面所講，東濠涌係廣州城東嘅水運要道。小東門橋附近就係曾經嘅東濠涌舊碼頭，貨物喺度上岸，鄉民就地擺賣糧油、蔬果、雜貨，逐漸形成墟市。因為地勢呈三角狀，三角市因此而得名。清末民初，三角市嘅主街永成街兩側食肆，商鋪密集，係城東城外重要嘅商業街。8年過去，呢度依然係附近街坊買菜、日常消費嘅中心，充滿咗地道嘅廣州市井煙火氣。我哋喺參觀東濠涌博物館嘅時候知道，而家嘅永安橋橋頭曾經有一間從明朝嘅時候就開始營業嘅老字號酒樓永利酒肆。道光年間，嶺南大詩人張維平光顧後，就曾經為酒樓題詩：永安橋畔行人色，200年前舊酒家。根據民族學者研究，永利酒肆仲可能係廣州早茶文化源頭之一，從側面證明咗三角市一帶因為東濠涌而帶嚟嘅熱鬧景象。喺呢度加插今期嘅第一個彩蛋，廣州嘅都市傳說之一，位於東濠涌下游越秀南路嘅呢棟特別建築。從前每次途經越秀南路，都會被呢棟擁有色彩斑斕嘅彩虹外牆建築所吸引，同周圍老城區騎樓嘅灰色調形成鮮明對比。近年呢度亦都成為社交媒體熱門嘅打卡勝地。俾3秒時間，大家估下呢一棟建築嘅用途。
其實呢棟建築最早係民國時期廣州知名茶樓東魚樓，係一棟3層磚木結構嘅騎樓建築。到咗上世紀80年代，酒樓經營衰落，被香港商人收購改建成為當時中國內地嘅第一間桑拿會所嘉年華芬蘭浴。呢一種新潮嘅休閒方式，令到嘉年華芬蘭浴一開業就成為當時全城嘅頂級休閒地標。可以話桑拿會所文化正係由此走向全國。都市傳說絕對實至名歸。如果覺得本期嘅內容可以幫到大家發掘廣州有趣嘅另一面，就記得幫我點讚、分享同埋訂閱啦。繼續走過東濠涌嘅下游永耀橋同埋橫竹沙橋，嚟到白雲路上嘅白雲橋。白雲橋旁邊嘅白雲樓係一棟建於上世紀20年代嘅舊式洋樓，外立面設計同埋門窗風格有一種羅馬式建築混合巴洛克風格嘅感覺。魯迅先生喺廣州教書期間，就同夫人許廣平租住喺白雲樓嘅2樓。魯迅先生曾經喺散文中提到喺白雲樓居住嘅細節，同埋對廣州炎熱天氣嘅抱怨。廣州的天氣熱得真早，夕陽從西窗射入，逼得人只能勉強穿一件單衣。書桌上的一盆水還枝，是我先前沒有見過的。看看綠葉，篇篇舊稿，總算也在做一點事。做着這等事，真是雖生之日，猶死之年，很可以驅除炎熱的。嗰年夏天，魯迅先生喺東濠涌旁邊重新修訂咗著名嘅散文集、詩集《朝花夕拾》同埋《野草》，仲寫低咗多篇膾炙人口嘅雜文、散文作品。清末時期，清政府為咗根治水患，修建珠江北岸防洪大堤，拉直珠江岸線，其中東堤段就係從東濠涌出海口向東一直修建到大沙頭嘅港九火車站舊址。東濠涌流過東堤橋，從江灣橋下流出珠江。我哋亦都終於行完東濠涌全程，跟住落嚟就係本期嘅第2個彩蛋，同東濠涌相關嘅另一個都市傳說——東濠涌賽道。因為城市發展，90年代嘅廣州急需一條市中心東部南北快速通道，連通白雲山麓同埋珠江南岸河南片區。於是1994年，東濠涌高架正式竣工通車。東濠涌高架全長7.29公里，北起鹿景路，一直沿住東濠涌河道上空向南延伸，直達江灣大橋，係國內第一條雙層分離式高架。當時落成嘅東濠涌高架，夜間車流極少。高架橋順住東濠涌走向修建，擁有一連串嘅連續急彎以及高低起伏坡道，天然形成一條城市封閉競速賽道，成為90年代廣州乃至成個珠三角摩托車、跑車嘅地下飛車聖地，堪稱廣州版嘅首都高。大家不妨跟住我哋嘅鏡頭，安全感感受一下呢一條喺老港口中嘅都市傳說賽道。最後，作為一個雞煲愛好者，我一直收藏咗一間喺東濠涌附近嘅隱世雞煲小店。今次藉住拍攝嘅機會，終於可以趁機自肥，為1連3集嘅東濠涌特別策劃畫上完美嘅句號。小店位於東濠涌旁邊嘅永盛街，我哋花咗將近10分鐘先揾到呢一間藏喺居民樓樓下嘅小店。話佢係小店，絕對冇誇張嘅成分。成間店得3張台，我哋訂嘅嗰張台仲喺閣樓上面，所以大家想去食之前，一定要打電話俾老闆提前預約。當初會收藏呢一間小店，係俾佢獨特嘅湯底所吸引。用水牛奶嚟做湯底，之前真係聞所未聞。我食之前稍微做咗一下功課，原來呢種食法係嚟自南海西樵嘅平沙島。因為島上養殖咗好多水牛，所以村民就地取材發明咗水牛奶浸雞。湯底非常簡單，如大家影片所見，只有水牛奶、紅棗、桂圓同埋薑片。用牛奶煮過餸或者甜品嘅朋友應該都知道，牛奶最容易黐底，所以我哋基本上係同食殘廢餐一樣，全程都係由老闆親自操刀，從煮牛奶到浸雞嘅時間都有嚴格嘅要求。店內提供清遠雞項同埋廣西騸雞2種雞種，我哋因為得2個人嘅關係，只能夠選擇雞項。雞浸得啱啱夠火候，處於一種又爽又滑嘅奇妙狀態。
正所謂肥雞瘦鴨，睇雞皮同埋猶如啫喱狀嘅皮下脂肪就知道一定係靚雞，而且養得夠足日，雞肉食起身比一般嘅雞煲，因為有水牛奶嘅原因，多一份嫩滑多汁嘅感覺，肉香之中夾雜咗淡淡嘅奶香，非常奇妙。老闆嘅薑葱因為湯底嘅關係，多加咗檸檬葉，用檸檬葉嘅清新中和咗牛奶嘅 heavy， 非常有心思。另外芝麻花生醬我就唔係好識欣賞，有一種樓上加樓嘅感覺。食雞煲飲湯當然先係重點，奶白嘅顏色係名副其實嘅牛奶雞湯，再加上雞春子，真係有一種喺度飲糖水嘅感覺。至於味道就冇想象中嘅黑暗，唔知道大家之前有冇試過火爆全網嘅薑葱白切雞風味牛奶？我覺得完全就係升華版本，鹹甜非常適中，雞味更加突出，奶香更加多係點綴，起到畫龍點睛嘅作用。最後係傳說中嘅隱藏菜單，老闆即點即包嘅黑松露鮮蝦餃子，睇蝦肉嘅 size 就知道老闆冇揸流灘。松露味冇科技感，而且份量啱啱好，冇搶走蝦肉嘅清甜，起到1+1大於2嘅效果，味道非常有層次，足見老闆嘅功夫。大家有緣分一定要一試。喺本期節目嘅最後，再次感謝各位觀眾對於本期專題策劃嘅支持同埋喜愛，歡迎大家留言同我哋分享一下廣州仲有咩值得玩或者試嘅景點同埋美食。我哋下期節目再見。